好多人以為界線會變得更加孤獨，其實完全相反，你嘅世界會變得更加乾淨、更加輕鬆、更加有愛。當你夠膽 say no 之後，唔再每一日都需要活得咁攰、咁委屈。手機訊息唔需要秒回，亦都唔需要有罪惡感。人哋亦都唔會隨便咁消耗你嘅時間同情緒。你終於都有精力去做返自己中意做嘅嘢，連瞓個覺都特別香。最爽嘅係你身邊留低嘅都係嗰一啲真正尊重你、珍惜你嘅人。呢個唔係夢，都係你喺學識咗建立界線之後真正會發生嘅事。以前嘅你應承所有嘅邀約，要幫所有嘅忙，聽所有嘅負面傾訴，表面上人緣好好，實際上攰到想喊，但係又唔夠膽講。而家嘅你清楚知道乜嘢應該要接，乜嘢應該要擋，拒絕人哋唔會再內疚，反而覺得輕鬆。關係係少咗，但係質量就大幅提升。呢個就係建立界線帶嚟嘅真正後果。點解建立界線會有咁大力量？因為界線嘅本質唔係要拒絕人，而係要保護自己。當你冇界線，就等於話俾全世界聽，我可以隨便任人踩。人哋唔係要故意傷害你，佢哋只不過好自然咁去最容易嘅地方前進。一旦你劃清界線，大腦就會開始運作一個好重要嘅機制——自我尊重。你越識得尊重自己，人哋亦都會越容易尊重你。呢個係人性，亦都係心理學上面嘅互惠原則。有界線嘅人唔係變得冷血，而係終於有力量去愛值得愛嘅人，做值得做嘅事。想真係學識有界線，其實唔難。我哋可以由3個層面開始練習。第一個層面，覺察。每一次身體有唔舒服、覺得委屈，又或者係想逃避嘅時候，不妨問下自己，係咪有邊條界線俾人踐踏咗？身體嘅反應永遠都係最誠實嘅。第二個層面，拒絕練習。我哋可以從細小嘅地方、最安全嘅地方開始。我呢排比較忙喎，我哋下次再約好唔好啊？呢件事我冇辦法做到啊，下次如果有其他需要，再講俾我聽啦。唔需要解釋太多，簡單真誠就夠。第三個層面，明確咁樣表達底線同埋你會做嘅行動。當對方持續咁樣越界嘅時候，你就要話俾對方聽，你係有底線㗎，而且你會有行動。你可以講，我好珍惜我哋嘅關係，但如果下次你仲係咁樣嘅話，我可能會離開。清楚咁樣話俾對方聽，你係有底線，而且你係會有行動㗎。最後，好想抱抱喺熒幕前面嘅你。你係值得被好好對待㗎，包括你自己對待自己。當你開始保護自己嘅時候，你唔係失去緊啲乜嘢，而係揾返原本就屬於你嘅平靜同自由。如果你準備好開始，而家就做一件事啊，喺留言區打我要界線，等我哋知道你唔係一個人咁努力緊。將呢一個影片轉發俾嗰一啲總係委屈自己嘅人。我哋下一個影片繼續會傾點樣唔帶愧疚咁說不。記得啦，你好重要，先照顧好自己。我哋下次再見啦，拜拜。